計顯示，過去嘅星期六日只有大約25宗一手成交，按週大跌3成幾，創今年以嚟嘅週末新低。十大屋苑週末交投反彈，但係只得個位數。天水圍同九肚山有業主賣樓，同樣蝕咗幾十萬。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有樓睇，我係涂俊文。臨近月底，今個月嘅新盤成交暫時都只有大約800伙，好可能會中斷連續16個月，每個月都過千宗嘅紀錄。雖然週末再次有全新盤推出，不過規模唔算大，加上開售反應一般，做唔到即日沽清，拖累過去嘅星期六日，一手市場只係錄得大約25宗成交，按週跌3成7，兼創今年嚟嘅週末新低。期內貢獻最多嘅新盤嚟自油麻地單堂盤原社，星期六價單推售30伙，最終沽出11伙，銷售比率6%。柴灣貨尾盤海德園2日內都沽出3伙，其餘交投相當分散，缺乏市場焦點。東立地產旗下原社先到先得形式賣首輪30個細單位，亦都不設大手客時段。成交記錄冊顯示，作價大約378到574萬，尺價16600到18600幾蚊。推出嘅22個一房即日賣出9個，銷售比率略高於40%。至於8個開放式，單日沽出2伙，比率低見2成半。發展商透露，準買家當中分支家庭同投資者比例各佔一半，主要睇好區內嘅發展潛力以及交通便利。太古地產柴灣海德園過去週末都持續有成交，涉及3個2房，成交記錄冊顯示分別係嚟自第2、3座，作價大約880到1159萬，尺價17600到21500幾蚊，2日涉及2900幾萬。發展商月初展開咗新一輪銷售，成功推動銷情升溫。今個月已經累積沽出65伙，吸金超過6億。項目舊年9月開售，總成交增加到近340伙，佔今期嘅7%，平均成交尺價17200幾蚊。豪宅方面，市場都持續有承接。長實旗下西半山波老道項目2期應天，星期日再沽出1個大宅。根據成交記錄冊，單位係嚟自15號嘅11室，係2193尺嘅4房戶，以超過1億5500萬嘅作價，連2個車位沽出，推算尺價相當於71000蚊。樓盤新一期月初開售以嚟，暫時沽出5伙，計埋1期沽出2伙，今個月已經套現超過14億8千萬。資料顯示，全盤2期一共181伙，仲有120伙待售。復星國際旗下清水灣前邵氏片場嘅項目舉行動工儀式，項目嘅總樓面超過100萬尺，涉及大約40幢住宅大樓，分4期會提供近800伙，預計一半會有海景，而酒店同商業佔大約215000尺，總投資額超過100億，計劃喺出年年底或者後年年初推出。資料顯示，項目曾經被評為1級歷史建築。復星喺2014到2016年斥資大約25億買入，並且承諾會保留行政大樓、片倉同埋配音室等等。這個補地價也整整等了10年啊。那麼這段時間的話，這10年裡面的話，香港地產市場也是起起落落啊。這個房地產市場也遇到了不少的壓力，很多人的話呢也失去了信心。現在房市正在回暖啊。我相信對當時的決定是對的。在這裡啊，我們這個表達的不僅僅是一個項目的開工儀式，我覺得也可以說是對香港的發展啊充滿信心。華潤置地旗下嘅長沙灣項目有望喺短期內推出。樓盤位於發祥街西，分6期，提供超過2000伙，係區內近9年嚟涉及伙數最多嘅新盤。發展商透露，當中嘅1期507伙即將獲批預售，有望喺短期內推出。項目前身係潤發倉庫，早喺2022年底斥資超過133億完成補地價，以總樓面近158萬尺計，相當於8600幾蚊一尺。全盤預期會喺2028年底開始逐步落成。二手方面啊，10大屋苑嘅週末交投回升返。
天水圍同九肚山兩個業主賣樓，分別都要蝕咗幾十萬。新盤缺乏焦點，促使市場購買力回流二手，令十大屋苑交投加快。中原統計顯示，過去嘅星期六日錄得9宗成交，按週多4宗，升幅達到80%。代理形容反映市場嘅剛性需求仍然強勁，個別半新盤仲有蝕讓。天水圍 Wetland Seasons Park 2期2座低層一個單位，實用727尺，3房套連儲物室同工人房，議價之後以806萬沽出，尺價相當於大約11000蚊。代理透露，單位外望開揚景觀，加上空間十足，吸引一個新香港人洽購。資料顯示，原業主喺2020年以大約832萬一手買入，持貨大約6年，帳面虧損咗超過26萬，貶值3%。轉到新界東，九肚山一個大型屋苑繼續出現蝕讓個案，最新有2房單位議價之後獲得上車客入市承接，即使已經持貨超過10年，最終仍然封唔到蝕本門，錄得6位數嘅虧損。九龍山日龍閣一座高層一個單位，實用面積665尺，採用2房開則，最初叫價820萬放盤，減價50萬，超過6%之後，先至以770萬獲得承接，以此推算，尺價11500幾蚊。代理話，新買家係上車客，睇中屋苑嘅環境舒適，單位間隔啱用先至買入。原業主2014年入市，作價804萬，意味議價之後由賺變蝕，帳面虧損咗34萬，樓價期內貶值4%。有報道話啦，新世界喺長沙灣嘅商廈大幅減價促銷。彭博引述消息話，落成大約3年嘅83永康街大幅下調咗部分單位嘅售價，扣除所有折扣同回贈之後，個別單位嘅尺價低見5600蚊。唔單止低過2017年中標嘅樓面地價大約8000蚊，甚至係比2年前首批登記售價大約13000蚊一尺啦，係大幅低出57%㗎。不過撇除返回贈嘅因素，實際減幅只係大約30%。先休息一陣啦，返嚟每週有筍盤去佐敦睇樓，區內嘅新盤落成，帶動樓價向上，升勢能唔能夠持續呢？返嚟節目時間，佐敦一帶交通配套完善啊，其中一個新落成嘅屋苑，樓價喺幾個月內就急升咗1成幾咁多，可唔可以持續呢？佐敦一帶交通方便，無論係買樓自住或者投資都不乏捧場客，可惜樓齡普遍比較舊。隨住多個新屋苑相繼入伙，買家選擇增加，帶動交投同樓價向上，個別急升咗近2成。同區啦，喺過去半年內咧都有3個唔同嘅新盤咧，都係一日內咧係一 Q 清袋嘅。咁啊好多咧係向預客咧係買唔到一手嘅樓盤，咁啊繼而咧喺同區揾一啲二手物業嘅。再加埋啦，好多業主啦睇好咧有啲租務嘅後市啦。咁啊過去幾年啦，一啲小型嘅單位嘅租務嘅租金咧係不斷上升嘅。咁啊好多業主咧就決定咧係封盤係只有放租嘅啫。咁所以咧，令到二手盤源咧係減少，推高咗二手樓價嘅表現嘅。資本策略旗下嘅高林就係近期入伙嘅項目之一，1月開始收樓，提供589伙，面積由232到接近1600尺，主打中小型單位，超過80%係1、2房。物業位處彌敦道，交通方便，前年開售嗰陣吸引唔少投資者。近期有低層1房以595萬易手，業主持貨22個月，帳面獲利超過58萬，計埋發展商嘅回贈同其他雜費，實際賺幅超過1成半。
單位咧嘅交通優勢咧非常之便利啦，咁2分鐘咧到呢個佐敦地鐵站啦，咁同區咧亦都係有呢個機鐵站啦，同埋高鐵站啦，咁成個物業咧低層咧係商用啦、寫字樓嘅物業啦，而住宅咧係喺整座物業咧係屬於一啲中高層嘅單位，雖然係位處於中低層啦，咁但係都已經有10幾樓高㗎啦，咁我哋個景觀咧可以外望到一啲好開揚嘅景緻啦，同埋一啲遠嘅山景嘅。放盤同樣係一房，實用272尺。入屋先有細玄關，旁邊嘅洗手間近40尺，裝咗企缸，空間幾大，附設洗手盆、坐廁等全新潔具。不過冇窗，通風要靠抽氣扇。再入去就係廚房，採用近年流行嘅開放式設計。不過工作台面有限，只可以擺單頭電磁爐同細星盤，儲物櫃都唔多。部分家電，例如微波爐同雪櫃等等，要安排喺玄關擺放。好彩仲有位置裝鞋櫃。代理話，屋苑嘅同類新盤已經賣晒，最新有高層撻訂單位重推之後，以705萬成交，尺價近26,000蚊，比2024年嘅作價高咗近2成半。放盤現時叫價635萬，尺價23,000幾蚊。呢一個屋苑咧，其實入伙短短幾個月嘅時間啦，不過二手市場都有成交嘅，同面積嘅一房嘅單位啦，差唔多嘅樓層啦，咁就595萬嘅成交。所以如果咁樣去比較嘅話咧，我覺得而家個單位嘅開價咧係即係略為係進取咗少少啊。不過都可以理解，因為咧其實一手嘅單位已經全部賣晒啦，只係得發展商咧最近有撻訂嘅單位咧再加推啦，咁已經係加價，咁高過我哋而家嘅呢個即係開價嚟嘅。咁當然樓層量模係高少少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理解。當然，如果業主係想快啲走嘅話咧，我覺得向下調整咧，去到610至到620咧，就會比較容易啲啦。客飯廳向北，呈方形，雖然面積唔夠50尺，但有近8尺闊，空間感唔錯，牆身都完整，方便擺家私。外連3合1嘅露台，近30尺，望附近樓景。由於樓層比其他物業高，視野開揚，壓迫感唔大。唯一嘅睡房同樣向北，景觀同大廳差唔多，有落地大窗，室內採光充裕，而且開積市正超過60尺，可以容納睡床連衣櫃，加上樓底高，提升空間感。代理話，屋苑雖然啱啱收樓，但已經錄得高價租務成交，租客除咗本地家庭，仲有高才優才人士。過往咧，我哋區咧主要咧係提供一啲舊樓為主嘅。咁難得啦，就呢個屋苑咧，就係有一啲細型嘅單位，吸引咗一啲內地嘅高才啊、專才人士嘅，因為佢哋可能係一啲單身啊，或者新嚟港工作啊，咁未必需要大單位嘅，咁呢啲細單位咧，正係合佢哋嘅需要啦，所以令到呢個屋苑啦，都已經創下一啲好好嘅成交記錄嘅，咁最高租金嘅尺價咧，去到81蚊一尺嘅。Lucy 就認為，新入伙嘅屋苑喺嚟緊2-3年，租金仍然有上升嘅空間。加上參觀放盤開積偏細，相信比較適合投資放租。呢一啲類型嘅單位咧，都特別吸引一啲而家啲新港人啦，因為始終呢個地區係即係交通方便啦，尤其都比較近高鐵站，而細嘅新嘅單位係比較少，所以個租務咧都非常之旺。而我哋今日睇嘅呢個單位咧，佢屬於係比較細啲嘅開積，200幾尺咧做一房一廳，600萬就可以成交。而其他同類型嘅咧，可能要300幾尺都要去到800萬，咁個租金回報咧就會再高啲啦。因為我哋而家講緊一房一廳啦，可以租到18000至到19000，而隔離嘅300幾尺咧，可能都只係2萬。樓價方面 ，Lucy 就偏向保守，預計下半年升幅將會放緩。呢一區咧，呢一啲類型嘅細單位咧，其實供應係非常之少嘅，因為大部分譬如去到九龍站啦，都係啲比較大型嘅單位啦。咁所以咧嚟緊，我覺得呢幾年呢一類型嘅單位都仍然係有一個向上升嘅空間嘅。只不過今年咧，我覺得咁啱去到年尾嘅時候啦，又會有一啲同類型嘅細單位即係入伙啦，加入呢個二手嘅市場啦，再加埋啦。今年其實上半年我覺得個樓市嘅升幅都係比較急嘅，下半年咧個升幅係放緩少少。所以呢個屋苑咧，我覺得而家既然都已經差唔多升咗1成啦，我覺得去到年尾咧，可能略略再上升，可能3到5%。今集時間差唔多，樓市上半年表現理想，各區二手獲利增加，大埔市中心一帶更加有近90%嘅業主有錢賺。邊啲單位受歡迎呢？樓價能唔能夠保持升勢？敬請留意下一集每週有筍盤。長沙灣一帶舊工廈嘅尺價受壓啦。
其中一個相連單位分間咗做19個單位出租，係咪值得投資呢？荔枝角站一帶係傳統工業區，早期以製衣同時裝批發行業為主。咁雖然區內有唔少新項目落成，不過市場反應一般，加上市道回落，個別發展商選擇減價求售，令工商物業價格受壓。舊式嘅工業大廈可能講緊由3000零蚊尺起到4000幾蚊一尺啦。新穎工商大廈咧就可能講緊由4000幾啊到6000蚊一尺到啦。咁而寫字樓物業咧就可能講緊由5000幾啊去到7000零蚊不等。咁整體成個荔枝角區咧都幾多元化。咁啊睇翻買家或者用戶自己嘅選擇啦。但係荔枝角本身嗰個位置上咧都相當之靠近九龍嘅市區。咁亦都咧就通過高速公路咧就去港珠澳大橋啊，或者澳門珠海一帶咧都比較方便嘅。咁啊距離機場嘅距離亦都比較近嘅。咁所以咧亦都多咗唔少新嘅企業咧都喺荔枝角站附近一帶去揾物業。參觀工廈位於瓊林街，樓高12層，樓齡大約47年，配備40尺貨台，連貨櫃車都可以直接進出，吸引倉儲同物流公司。由於項目全層樓面達到5萬尺，吸引投資者將單位拆細出租。呢棟大廈本身咧，嗰個客 lift 同埋貨 lift 亦都有分開嘅，咁佢貨 lift 講緊有成5部嘅載貨貨 lift，咁所以咧嗰個流量都相當足夠嘅，咁亦都有2部客 lift，咁所以咧嗰個入口大堂以舊式工廠大廈嚟計咧，咁佢都算係幾光猛啊，幾清潔。本身好多商戶咧都係做一啲物流啊、倉儲嘅生意比較多，咁亦都因為佢個整層嘅樓面面積大，有成5萬尺嘅樓面嘅原積，有8個單位咧，亦都有一部分單位就將佢再間細做一啲即係600-700尺啊到1000零尺不等嘅一啲單位，愛嚟分間出租，咁亦都出租率都高嘅。放盤合共大約14000尺，分間成19個細單位出租，每個大約600去到1000尺，配備獨立冷氣同基本裝修，租戶以物流公司同創作室為主。間隔咧全部都方方正正嘅，咁有啲係呈正方形，有啲就長方形啦。咁個走廊都比較寬闊，而每一個單位佢本身都配備咗有啲有獨立冷氣啊、燈盤啊、地台基本上都齊㗎啦。咁同埋可能上一手亦都有商戶租客用緊咧，咁下一手落嚟用咧，咁差唔多可以搬家私台凳啊，或者自己公司啲物件咧，基本上都可以做生意㗎啦。業主有2年租約放售，意向尺價大約係3600蚊，即係2個單位合共5300幾萬。按區內同類單位尺租大約12至到14蚊推算，回報超過4.5厘。有投資者話唔算吸引，回報就大概係4.5厘到4.6厘度。咁喺而家呢個市場舊式嘅工廈咧，其實就唔算好吸引嘅，因為你要揾到5厘以上嘅，其實就好多，可能去到一啲舊式啲嘅工業區或者物流導向嘅工業區，譬如可能葵涌啊、荃灣啊，咁可能你會揾到一啲可能7厘、8厘嘅添，咁所以你話貨比貨嚟講就唔係話特別吸引啦。佢又話：現時初創企業傾向使用開則更細，只係200至300尺嘅單位，同區新盤提供唔少選擇，加上尺租差別唔大，相信放盤要進一步減價先可以提升競爭力。呢啲舊式工廈，呢啲咁嘅尺數咧，其實佢面對緊嘅競爭唔只係同區舊工廈，仲要面對緊新樓嘅尺租，可能都係多，可能10%、20%。咁所以而家呢款嘅舊工廈嘅劏場咧，其實個競爭力就會更加減弱咗好多。同區其實講緊最平可以去到4000幾蚊，全新嘅工廈咁樣，咁仲要可能樓底比起呢度更加高添，可能有啲4.9米樓底啊咁樣，咁呢度其實講緊可能係3米頂盡咁樣，加埋一啲假天花等等嗰啲嘢，咁而且始終都係舊式，咁所以有好多奇奇怪怪嘅唔同種類嘅行業已經入咗嚟啦，就唔同新樓，新樓可能你附近嘅用家啊，都係一啲新創嘅公司啊，或者後生嘅年輕一啲嘅公司啊，咁可能大家嘅觀感上都會好啲啦。可能要降低多10%到20%不等，先至會比較吸引啦。不過佢補充，呢類舊式工廈配套足夠，方便大貨車出入，仍然係物流公司嘅首選。喺呢棟大廈嚟講咧，就可能係物流行業會比較好啲嘅，因為譬如
呢一棟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而新樓冇得替代嘅地方咧，就係佢有個40尺嘅貨台喺度。咁所以呢啲咁嘅大型貨台咧，喺啲新樓裏邊嘅配套咧，其實通常都冇嘅，自然有一啲物流公司本身用緊，咁佢哋要擴張嘅時候就可能，我不如唔好隔2條街去買個新樓啦，我直接喺呢度租翻或者買翻同類型嘅單位好過啦，咁樣咁上落啊或者人員嘅安排都會簡單啲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呢款單位最吸引人嘅地方就係吸引翻本身用緊呢棟工廈，或者係可能隔離嗰棟佢哋用緊，咁佢哋人員安排上會簡單啲咯。今集先講到嚟呢一度，下一集帶大家去上環睇商廈，一個全層6800幾尺嘅單位，叫價8900幾萬，適合啲咩行業呢？記得留意。各位，節目時間夠啦，下一集再見啦，拜拜。